今日衝出愛爾蘭用 The Fork 呢個 app 嚟到 London 食 fine dining。The Georgian 位於倫敦百年老字號嘅百貨公司 Harrods 4樓。如果唔知 Harrods 係邊間百貨公司，咁望下呢隻 Teddy Bear 會唔會熟面口啲呢？餐廳門口有衣帽間，放好嘢，拎埋牌仔就可以入餐廳啦。首先出場係燒兜，最特別係啡色個波波，係有一粒粒合桃喺入面嘅牛油。呢個清湯加咗正山小種紅茶，有淡淡嘅煙燻味，但又唔搶味。呢嚿無論睇上地質感都好似上海牛肉，用蟹肉放喺個扮殼嘅撻入面，連個殼都可以食埋啊！呢個比目魚嘅質地好彈牙好滑，簡直係一試難忘。去英國傳統餐廳一定要食嘅肉餡批，唔止個批好味啊，連碟邊嗰啲菇菇都好好味啊！呢個朱古力波波完全滿足你嘅視覺需要，皆因佢外面嗰層朱古力醬係喺食客面前淋落去，不過我影唔切啊！另一個朱古力波波，佢外層用 dark chocolate 包住 milk chocolate mousse，又唔會太甜，正啊！條片就分享到呢度，快啲 download The Fork 呢個 app，再用埋我個 code，用半價食好西啦！